第19課打999。課文：挨年近晚，你又初嚟報到，出街要小心財物啊。係啊，聽講香港啲扒手犯案手法都好犀利。你如果真係俾人打咗荷包，你就要即刻報警啦。係唔係要去警署報警啊？你可以打999，講清楚乜嘢事同埋出事地點，大約2-3分鐘，警察就會到㗎喇。999係唔係直通去警署㗎？999係緊急救援電話，佢接駁去好多地方嘅。係喎，如果係交通意外，就要叫埋救傷車啦。好似火燭啦、山泥傾瀉啦、冧樓啦，凡係有人要救，都要出動消防員。但係打同樣一個電話，又點樣可以通知到唔同嘅人呢？接聽999嘅，其實係一個電話控制中心，佢哋知道發生乜嘢時候，就會即刻將電話轉去最近出事地點嘅警署啦、醫院啦、消防局啦。咁佢哋第一時間就會派人派車趕去現場。如果有人亂打999，豈不是會浪費好多人力？係啊，呢個電話講明係要有需要至可以打㗎，所以如果報假案，要坐監同罰款。如果我要投訴樓上打通宵麻雀係咁嘈，又或者舉報隔離師奶虐待個仔，可唔可以打999？可以嘅，連大肚婆生仔都可以打999叫十字車。咦，乜你太太個樣咁辛苦嘅？係唔係生得啦？係啊係啊，快啲打999啦！重點詞彙：挨年近晚、扒手、犀利、打荷包、火燭、山泥傾瀉、第一時間、報假案、坐監、係咁嘈、師奶、大肚婆、生仔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：三隻手、差人、差佬、差館、撲滅罪行、消防車、火燭車、消防員、白車、救傷車、黑箱車、水浸、冧山泥、漏煤氣。句子：話就話香港嘅治安唔錯，但係唔怕一萬，只怕萬一。喺人多擠迫嘅地方，要小心自己嘅財物。遇到扒手就第一時間打999。錢唔見咗事小，證件唔見咗就大劑啦。短文朗讀：年晚嘅時候，通常啲劫案都會多啲。遇到劫案嘅話，就應該即刻報警。報警可以親身去警署報，亦都可以打999。999係緊急救援電話，佢接駁去好多處地方，警署啦、消防局啦，仲有醫院。如果接到999嘅電話，有關嘅部門就會第一時間派車派人趕去意外現場。平時無論遇到乜嘢意外，譬如漏煤氣啦，遇到可疑人物啦，
或者投訴噪音，甚至老婆生仔，都可以打999。不過報假案係要坐監同罰款㗎。